卡上什么嘅？南西烟强。高雄食物雞，高雄食物雞。你比较想吃什么？我卡想食菜包。我卡想食猪笼饭。南西烟强。我高雄食菜包。我高雄食菜包。我高雄食豬籠飯。我高雄食豬籠飯。我比较想吃客家菜包。我卡想食米奇木。南西烟强。我高雄食米奇木。我高雄食米奇木。我比较想吃米苔木。我卡想食板条。南西烟强。我高雄食面扒飯。我高雄食面扒飯。我比较想吃板条。会煮乜嘅素卤菜？你会煮什么拿手菜？我嘅素卤菜係炒高麗菜。我嘅素卤菜係炒玻璃菜。我素卤菜係炒高麗菜。我素卤菜係炒玻璃菜。南西煙強。我嘅素卤菜係炒高麗菜。我素卤菜係炒高麗菜。我的拿手菜是炒高麗菜。我嘅素卤菜係雲控肉。我素卤菜係雲控肉。我的拿手菜是煮紅燒肉。我嘅素卤菜係炒吊菜葉。我素卤菜係炒吊菜嘅。我的拿手菜是炒茄子。想要學乜嘅客家料理？你想要學什麼客家料理？我想學炒肉。我想學客家小炒。我想學江西炒豬炒。我想學薑絲炒豬腸。我想學豬鳳炒快菜。我想學豬黃嘅炒快菜。我想學豬血炒韭菜。時間真經過到寒假個，今日嘅美食片就到鴉片了。韓國漢拜假使大家去傳統愛點菜家下，也係去市場愛買食材嘅時節，就會用到根本教本大家嘅詞彙牢記嘅了。記得繼續來持續收聽，持續來關心。客家苗栗學院，你會繼續帶本大家行下精彩、行下豐富嘅課程哦。客家苗栗學院，張台了了，我係涂志忠，阿忠哥，拜拜。